新買房送電子消費券，喂，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回事啊？上一年㗎，2024年啊，大家申請咗未啊？你哋唔會唔記得咗啩？買都買啦，點都申請下啦，係嘛？讀書行頭慘過敗家。咁如果上年已經買咗房，而且已經交咗契稅嘅，可以睇落去㗎。如果未買嘅咧，你都保存下先啦嚇，遲早有用嘅，就睇下啱唔啱你啊。咁我先講下點樣申請先啊，準備好相關資料啊，雙方合同嘅複印件咧，購房人身份證嘅複印件咧，俾首付嘅銀行流水啦。而比較難嘅就係納稅發票複印件啊。所以我話點解係要交咗稅之後再睇咧？有原因嘅。仲有一個就係購房消費券確認書。咁我準備好呢啲嘢咧，就去到現場辦理。咁其他嘢咧，現場有人幫你搞噶啦。咁我哋再重溫一下咩活動先啊。喺2024年咧，中山推出兩類型嘅購房送消費券活動。咁最早推出嚟就係一個以舊換新送2000蚊消費券嘅。嗰個時間段咧就係2024年嘅4月20號到2024年嘅12月30號，即係到年底啊。咁只喺中山範圍內出售自有嘅住房，跟住再買一套新嘅商品房嘅購房者咧都可以申請。賣舊或者買新房嘅時間咧係唔分先後噶，你一先買新房再買舊房都得。咁佢係咁講噶嘛。咁到時你攞住呢個新舊合同咧，去到指定嘅地點咧，咁人會教你點樣去做噶啦。而另外一個活動咧，咁佢出現喺5月份嘅，咁其實就係打算咧衝一波深中通道開通前咧，中山樓市火爆嘅現象，然後到10月份又整一波，咁內容接近相同噶啦。咁估計都係為咗咧就刺激呢個黃金週啊，刷一刷數據咁樣啦。而呢個活動咧就買房送房價5/1000嘅一個電子消費券啊。咁第一次咧就係2024年嘅5月1號到6月30號喺中山購買新建商品房，而且要喺2026年6月30號之前咧交契稅嘅，就可以滿足以上條件。即係話你喺2024年嘅5月1號到6月30號呢段時間買房，而交契稅時間唔好超過2026年嘅6月30號，即係7月打後交契稅嗰啲就唔得噶啦嚇。咁就可以申請呢個電子消費券啊。雖然要交完契稅你先滿足到以上嘅條件啊，咁交契稅嘅時間好容易理解啦，但係你都要確認埋你買房時間喎，你唔好唔記得喎，唔係睇你認購書㗎，係睇你網簽時間啊，呢個先係重點啊。因為呢個活動入邊寫住購買新建住房商品房嘅時間按照翻網簽備案時間為準，即係話你網簽時間必須要喺5月1號到6月30號呢段時間。好啦，呢段時間嘅前後咧，其實都有朋友揾我成交或者網簽㗎，咁其中有4月底成交啦，5月份網簽，我都以為啱啊，因為畢竟真係喺5月份網簽又符合呢個要求啊嘛。但我打電話諮詢嘅時候咧，咁對方客服同我講，交訂金同埋首期款甚至存款嘅時間咧，都要喺5月1號到6月30號之間喎，因為呢啲先叫買房時間啊嘛，唔係就唔算。咁佢意思即係話咧，你購買時間必須要符合到兩個要求，就係交錢同埋網簽都要喺5月1號到6月30之前，唔係嘅話咧，你就滿足唔到條件嘅。有可能大家會覺得我亂嚟講嘅，咁其實可以直接打電話咧諮詢一下，咁具體電話私聊我。而另外一個活動咧10月份時間嘅，咁就9月30號到10月8號，咁啊時間比較短，咁佢相對嚟講個條件咧寬鬆好多啦。購房者只要喺9月30號到10月8號呢段時間同開發商簽認購書，通過銀行轉賬首次交房款或者首期都可以嘅。咁其實你同開發商簽認購書，正路嚟講就已經俾咗訂金，所以我就話比較寬鬆咯。咁滿足到呢個條件之後，只要喺2024年10月30號之前網簽，即係當月網簽啦。咁呢個其實都好簡單嘅。從第二次補充項睇得出咧，其實第一次出呢個購房送消費券活動咧，佢好多筆啊。第二次終於收復翻晒。咁你哋又滿足邊幾個咧？咁交完契稅記得去申請喎。